星期日網上公佈嘅一段視頻，據稱顯示咗上個禮拜美國同庫爾德戰鬥人員對位於伊拉克北部嘅一座伊斯蘭國組織監獄嘅聯合突襲行動。嗰次行動解救咗69名嘅人質。呢段由庫爾德地區安全委員會分享嘅2分鐘嘅視頻係裝喺頭盔上嘅相機所拍攝㗎。視頻裏邊可以睇到幾名穿着住軍裝嘅突擊隊員帶領一隊人迅速地喺唔同嘅房間中穿梭，同時附近槍炮聲不斷。錄影片段中聽到一個人用阿拉伯語不停地大喊快啲快啲，畫面上可以睇到士兵喺監獄裏邊將囚犯護送到安全地帶。從呢一所位於基爾庫克以西城市哈維賈嘅監獄被救出嘅人質當中，包括咗伊拉克安全部隊成員。庫爾德地區安全委員會星期4表示，呢場行動中有6名伊斯蘭國激進分子被拘捕，20個人被打死。一名美國軍人軍事長約書亞惠勒喺突襲中犧牲。佢係呢一場由美國所領導嘅喺伊拉克同敘利亞打擊伊斯蘭國組織行動中首名喺戰地犧牲嘅美國軍人。美國同庫爾德雙方官員都表示，實施救援行動係因為囚犯面臨住被立即處死危險。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星期5話，美國而家從被救出嘅人質嗰度聽講，佢哋原本預計會喺嗰日嘅晨早禱告之後被處死㗎，佢哋嘅墳墓都已經準備好。